它的位置是在咱台南市最精华的地带。当初时要来施工，拢卡路无好，要来投标无人要来投标。咱要推动这个建设的时阵拄到足侪困难，拢一一来排除。原本它是一个理活动中心，那地下室其实会漏水，钢筋也裸露，混凝土会剥落，实在有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所以在地方前朝里陈建国里长的极力争取之下，我们踏出拆除重建的第一步，那当时也获得我们中央计划核定的补助，总共400万元。那最后是市府的配合款，总共有3953万5千元，来大力的支持这一项拆除重建的工程。那未来呢，我们这个浅草多功能中心的1楼呢，会移给文化局来做管理，那会朝向委外招商，来服务更广大的一个游客的方向来努力。2楼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来管理。那我们也会做多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我们会办课程讲座啦、展览活动等等的多元的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引金牌！哇！这个所在就死地下给去万人中心的400万。400万基本上未来没有了，这个是最后一班车，所以说我们总共花了4300多万，每坪造价高达20万又7000块这些还是相当辛苦，但总之我们把它完成了。这个地方未来要开放给配合我们西门浅草商圈那这个活动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有一个很快乐的这个活动空间。你好，是今日欢迎收看11月26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中华队拿下冠军。所有选手除了国公的奖金以外，市长黄伟哲也宣布来自统一赛球员每一人加码30万，同时即设立台南的各加70万，总共祭出480万的奖金。精彩的世界12强棒球比赛落幕，台湾打败日本拿下冠军。这批中华队球员当中，有不少人来自台南市，也是伫咧统一赛队拍球。为着奖励教练兼选手，市长黄伟哲宣布他给480万奖金。目前为止，加码的标准是国光奖金的1/10，也就是国光奖金是700万，那么我们县市都加码。1成加码70万，但是呢，台南市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对于台南市级，那个其实县市的加码是以各县市市级的球员。台南市的球员就有林安可、陈杰宪、潘杰凯，佮加上因是统一赛的职业队员，加起来一个人有200万奖金。统一赛球员郭俊麟、邱志成买当领到30万。以及教练陈江河、王建民、林月平、高志刚等人嘛是30万。台南户籍的，然后还有同一师的球员都有加码，我觉得非常厉害，很棒。谢谢市长。应援区就只有少大概20出头的人，但是我们要对抗全部东京巨蛋有5万人的日本人去对抗他们的声音，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每一首应援曲，然后每一首加油，我们都非常的极尽全力的再去呐喊，就是希望可以让球员听到。棒球不那是台湾的国球，更是 Team 台湾团结的象征。11月3日，体育局嘛将延续热潮，伫嘉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举办台南400棒球历史展，展现台湾辉煌的棒球历史。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圣诞跨年，咱台南的系列将伫12月中旬展开，包括3场亲子活动、3场大型的演唱会。不过，到底有倒一寡大咖的艺人，市长黄伟哲也无透露。李时成邀请兰兰来参加第1场跨年记者会，会中伊嘛欢喜甲表演3新的舞蹈，相当精彩。来喽，换边。怎么做可爱？2手，
台南市长黄伟綽跟啦啦队女神兰兰跳着应援舞蹈，替2025台南校养揭开序幕。为12月14开始，每礼拜假日时啊，拢有亲子活动，分别伫新营、麻豆、新市，也搁有伫永华市政中心21号的圣诞演唱会，甲31号的2025跨年活动。我们台南市的跨年已经打出品牌，而且在D-5名，现在A-5出名，许多县市都是以台南为标准，台南为指标。不过相对的，我们资源是比较少。我们其实如果翻开这个预算以及整个活动的金额来讲，其他县市都是台南的动辄台南2倍、3倍以上，所以我们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跨年系列活动。市府精心规划多样的圣诞跨年活动，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来到台南做一个亲子旅游。对着大家上期待的卡数，到底有啥迷人呢？跨年吗？目前其实卖个关子，我是主持人，但是刚刚有说到3场演唱会，所以我会可能是在其中一场，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黄伟綽表示，台南无上好，只有更较好，反正来就对咯。台南市民说话采访报道。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台南市会、台南管会以及台南市经营会25号上午带领会员姊妹伫火车站头前宣传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呼吁全民反对家庭暴力。响应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台南市会、台南管会以及台南市经营会出动所有会员姊妹，25日伫台南火车头前宣传反家暴，为女性发声。113，举手反家暴，你我不缺席。从民国88年发起的一个11月25日全国性的这个反家暴、妇女终止暴力，还有校园的霸凌以及孩童的这个受暴，来做一个宣导。国际男性交流协会、台南市、台南县、台南精英会3会共同响应125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活动，我们一起受暴对待女性的发言，希望由这次宣导截止一切的暴力伤害。目前台湾有46个分会，所以今天125我们是全部46个分会同步进行这个活动，就是在宣导，这是每年都要固定办一次的。那我们是一个非政府联合国承认非政府组织的那个机构然后就是在帮忙受暴妇女啦，还有培训女青年技职方面。活动期间，台南市社会局主秘陈雅芬、警察局妇幼队、北区区长潘宝淑、市员曾培雅、林冠维、陈怡珍也拢到场响应，一同反家暴。公益这个活动是非常的好，因为要共襄盛举，因为反家暴不是只有小朋友会被虐儿，还是说因为长辈也会被虐待，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要共同发挥大家的爱心一起来帮忙注意这个家暴的行为是不可取，而且最近是不是也有职场霸凌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最近的一个霸凌的事件的一个议题也引起了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让更多人来了解性别平等，或者是说非法侵害的一个重要性。国际男性交流协会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103年的历史。宗旨是女人帮助女人，成立社区关怀女性，提供教育甲技能的培训。在国际终止妇女受暴力这天，全国16个分会公布举行携手反家暴，你我不缺席活动，呼吁国人大众共同重视反家暴议题。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他看那弄到都要小心，即便神经外科医生的提醒，有可能第一时间不要紧，结果后面的演变成脑部慢性出血，造成持续头痛、失眠，甚至记忆退化等等，千万唔通疏忽。
台南一位70多岁阿伯，平常时有骑车健身的习惯，某一次骑车跋倒弄着头，当时因为无啥物状况就无去测，后来渐渐演变成持续性的头痛、失明、记忆力衰退，甚至袂令人等状况。来到吉米病院，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发现是弄伤造成的慢性硬脑膜下血肿。头部外伤之后，一般我们会比较注意急性期的出血跟骨折等等。那可是呢，在2到3个月后，其实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比较容易会出现就是慢性的硬脑膜下出血。那他们可能会出现3个不同的症状了哈，那可能不会同时出现，但是会一一的慢慢的造成生活上面的困扰。那首先的话，主要就是会有明显的头痛，哈，那可能是吃了药物之后还是无法缓解的疼痛，或者是呢晚上越来越睡不好。好，那第二的话可能是步态不稳，好，甚至有可能走路的时候越来越偏一边。那另外的话，第3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有时候呢，家属问他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有出现认不出人来的情况。针对这位阿伯病况，医师甲家属讨论后，决定采用颅骨钻孔术作为治疗方式。他的血块是已经异化的话，会在血块的正上方呢打一个小洞，那接下来就是会把里面的血块冲吸，然后让它冲出来之后，脑部就可以再胀回来到原本的位置，这样子。那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有相当的改善，好，那后续还是可以就是回归到就是原本他的生活的平时的水平这样子。律师表示，老年人脑萎缩容易在弄着时造成慢性出血，引起持续性的头痛、走路袂稳，甚至记忆力衰退等。这看起来常常是脑化小问题，但较可能是慢性硬脑膜下血肿的警讯。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农业部畜产事业所甲业者经过多年来努力，培育出有特色、符合经济效益、甲消费者需求的优良牛肉甲猪肉新品种，做回来了解。牛肉香味四溢，不管是用煎的或是涮的，都可以闻到肉品鲜甜味。还有猪肉薄片垂涎欲滴。农业部畜试所发表创新品种远新牛与平埔黑猪，提供消费者特色化新选择。远新牛的种源来源呢，是最早可溯至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自日本引进的医用牛。但是到了日本政府撤退了之后呢，这牛群移到阳明山的擎天岗放牧，在没有外来牛只杂交的情况之下呢，形成遗传上跟其他牛只有遗传差异显著性的独立族群。于是，在2016年，财团法人李登辉基金会呢，向黄姓以及何姓2位饲主，将8公11母，总共19头的原型牛全数购入。那李登辉前总统呢，以他的在台北3只的故居元勋居命名为元新牛，这是当时李登辉前总统为元新牛的题名图。在整个的发现的历程呢，这是当时在2016年在擎天岗放牧的发现这个元新牛的情形。后来由元新居全数购入之后呢，就移到了花莲县的凤林镇星光兆丰牧场去饲养。而且李前总统呢，特别重视这个牛只的保种，特别在2017年呢，协同夫人曾文惠女士以及在我们林崇贤前主委的陪同之下呢，前往花莲凤林视察，定了一个保种目标，并且呢，跟日本的和牛专家中村佐都治以及日本大学的长岭庆隆教授呢，借由 SNP 的基因分析呢，去确定
厘清了原犀牛跟日本和牛以及其他牛种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遗传距离上面来讲，原犀牛跟日本和牛是比较相近的，跟西方的牛种呢是比较差距上在遗传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虽然说它跟日本的和牛是在遗传距离比较近，但是在基因差异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原犀牛的族群跟日本和牛的族群呢是不同的族群。就选育的外观来讲呢，原犀牛的外观呢，它是体型偏小，那背毛呢有黑色或者是褐色，尖峰呢不明显。那公母呢都有角，面额短且窄，面额短且窄。那眼睛大呢，而且角膜跟球结膜呈现黑色或者是棕色的一个特征。平埔黑猪是春发城畜牧场李荣春总经理呢，他先在台湾的竹南、后龙、西螺、潮州、万丹、内埔、竹田、坎顶、长治等地呢，去找寻有以下特征的黑猪品种。黑猪的特征包括耳大前垂，脸长且面额有皱纹，体型长方形且背直，尾部羽毛呢有似孔雀羽毛的展开。那腹部呢下垂，但是这下垂的腹部呢不会超过后肢的飞节位置。以这样子的品种外观去选定了之后呢，再开始进行一些遗传基因标记的选育工作。那根据刚刚的外形呢，去进行筛选，而且透过与台湾大学跟畜产试验所合作，利用遗传标记选定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 myostatin 的特殊点位 AAT 的基因型组合作为遗传标记。那选育之后，公猪的外形是这样子，母猪的外形是这样子，都符合刚讲到的这些6大特征。在肉质的品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平埔黑猪跟伊比利猪跟肉用的3品种 LYD 呢，它在背椎长肌的感官品评上面来讲，特别是在韧度上面呢，平埔黑猪会优于我们现在商用的3品种肉猪品种。那春发城在平埔黑猪的发展展望上面来讲呢，它是希望能以纯种繁殖，然后维持优良的种源，并且呢会与杜洛克杂交去稳定生产黑毛仔猪，来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肉质性能。第3点呢是建立黑猪品牌，开发特色商品来提高附加价值。第4个就是打造具有台湾特色风味的精品黑猪肉，并且走向国际市场。畜试所为提升台湾种畜禽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界透过参与式育种的合作模式，以在地特色种畜禽为基础，运用政府育种知识及技术，直接在业者场域进行优质选育。两种家畜的命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好，那大家知道这个品种、品质、品牌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有好的品种，才有好的品质，那你才能创造好的品牌。所以品种的完成命名，它的稳定性、一致性，它绝对是后面产品可不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销，或是有一个能不能产生巨大的这个商业的利益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点。那首先提到原犀牛它是一个新发现的这个品种所以新发现就是说，它之前在台湾这边是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1934年前后嘛从这个日本这边引进来，那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个接近90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样子新品种的这个命名登记它是新发现的。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啦。那我想从李登辉前总统的这个当初发起的这样子的愿望，我们今天把它来这个完成，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欣慰。那之前我也陪过李登辉前总统到这个花莲的兆丰农场去看过那一群牛，所以这个是很令人感动跟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平埔黑猪的部分也是超过了10年的这个时间才完成这样子品种的命名。好，那不管是这个我们的原犀牛或是平埔黑猪，它都是台湾第一支在民间完成的牛跟猪的品种。以前这些猪跟牛的这个育成选育都是由公家机关完成的，那这2只是第一次由民间来完成的这个
品种的命名登记，那意义非常重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优质畜产的选育是一条漫漫长路，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与时间甚巨。借由参与式育种，结合政府技术量能及民间既有资源，携手选育具竞争力的优良种。记者温允俊台北报道。立桃园有一间由介意秘鲁的朋友所做成的造酒厂，由因家己爱啉，所开始研究要安怎做较好滋味，嘛进一步希望摆脱现在的饼酒的秘鲁文化，台湾镜头做回来看卖。大家都爱在夏天来一杯清凉的啤酒，但你知道啤酒是怎么酿造而成的吗？在桃园龟山有间由啤酒爱好者所组成的酿酒厂，他们因为自己爱喝而开始钻研如何酿造。他们也大方公开酿造啤酒的过程。首先最重要的步骤便是挑选啤酒原料麦芽，透过调配烘焙程度不同的麦芽来决定最后酿造出的啤酒风味。这一款是那个麦芽叫 Pearson。它为什么叫 Pearson？ 它是产原始制作这个麦芽的地区叫 Pearson， 啊，它是目前做啤酒基础麦芽里面颜色最浅的麦芽，也是目前是最大众人使用的浅色麦芽。像这个就是那个麦芽里面的深色烘焙的麦芽，这叫巧克力麦芽，因为它的颜色跟你吃起来的风味。像重烘烤过了咖啡豆、巧克力的味道，那我们就是会按照我们要设计的酒款来调配我们麦芽的比例，然后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焦糖麦芽、重烘焙麦芽或者是浅色基础麦芽下去做风味的调整。在酿造的步骤中，首先要将麦芽碾压成不规则碎粒，接着与水一起流进机器中，完成糖化、过滤、煮沸、加入酵母、沉淀、冷却等步骤，最后再流入酒桶中进行发酵，在严格的控温中，透过时间完成啤酒酿造。那我们这个糖化槽里面会有搅拌刀，会一边搅拌，然后一边加热，然后到达我们要的糖化温度，然后在里面保持这个温度到一定的时间。等糖化完成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槽麦芽跟水，就是麦汁，全部抽到我们的过滤槽去，然后我们会从底下把麦汁抽走，然后从上面流下来做一个循环，然后利用麦芽跟骨壳本身形成一层过滤层，然后来过滤这个麦汁，让那个麦汁变得非常的清澈。等这个麦汁非常清澈之后呢，我们再从过滤槽抽到我们后面的煮沸槽，做煮沸跟投酒花的动作。然后我们按照我们设计的酒款投的酒花，煮的时间跟投放的时机完成之后呢，经过热交换器把麦汁瞬间降温，然后送到发酵槽里面，再投入酵母。那接下来就是交给时间来处理的事情。在台湾社会中，啤酒被许多人视作是拼酒好饮的饮料，而不是像葡萄酒一样被视作是需要仔细品尝的酒类。因此，酒厂希望透过自家啤酒的多重风味，翻转大众对啤酒的印象。黄金啤酒是我们家的主力产品，它使用柑橘系的酒花，然后我们设计的方向是我们台湾人喜欢的适饮性的风味，就是爽快的大口喝的啤酒。然后琥珀啤酒呢，琥珀金这支啤酒是属于英系的艾尔啤酒，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深沉，然后它是一个麦味焦香很重，它适合一个人小酌品味的啤酒。然后柠檬啤酒是我们家新设计，为了不爱喝酒的人参考设计出来的类似带酒精性饮料的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3%。啤酒这被视作最亲民的饮料，事实上背后蕴藏的学问并不比其他酒类来得少。因此，这群由啤酒爱好者组成的酒厂期盼，透过自家的精酿啤酒来推广欧美的啤酒文化，带大家喝出啤酒的多重风味。记者刘雨婷台湾报道。基隆市政府甲在地餐厅以及海洋大学合作，将基隆良笋、雷蒙等在地食材搭配新鲜的海产，做出海味的创意料理，甚至也伫渔港打造户外餐厅，让民众一边听音乐，一边享受美食，连落雨时，民众嘛食甲欢喜甲。
田龙笋切断之后，用大火快速翻炒，让甜度不流失，再搭配百香果，就成了一道开胃菜。盐水清烫之后，然后泡在盐水里面，取得一个竹笋高汤，让它的笋子保留它原本的香甜，然后也去除它的苦涩，那吃起来口感也可以更加的甜脆。这一道汇集了基隆知名的小吃，融合了山海特色，有金银双色蒸炸剑虾水饺、蛋肠、鸡卷、红烧肉，就成了人生的5味拼盘。是结合了基隆的一些在地小吃的元素做成的5味拼盘，那也代表了人生的5味啊，就辛酸甘苦甜。基隆市政府和在地生态业者合作，利用基隆在地食材，像是七毒马铃、柠檬芭乐和树莓，制成果酿饮品。田龙笋、小卷、小旗、莲子鱼等食材，推出了7道海味飨宴。没有吃过那个蛋肠，觉得很新鲜。怎么说？蛋肠感觉是个功夫菜，挺好的，很舒服啊。没有想到那个基隆的天气那么舒服，我们本来以为在渔港边会风很大雨很大，就没有。那树莓醋饮其实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可是如果树莓醋饮我们还多了一些，比如说还有桑葚去做调味，然后还有柠檬醋去做调味。那其实这些物产对于基隆人来说，他可能不陌生，但有些人也完全不太清楚。原来我们七堵有醋莓醋，那所以我们借由这次的餐会，让大家更知道说七堵有这么多好东西。让这个我们在地的民众还有这个外县市民众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基隆的特色的山产，然后还有海鲜，让这个山产跟海鲜可以配合在一起，那其实可以享受到我们不一样的这个基隆的料理哦。那其实今天刚好又碰到这个阴雨绵绵哦，那其实非常的符合基隆的这个特色哦，就是。再来是，请让你们台上唱起优美歌声，虽然外头下着雨，市政府在碧沙渔港布拉格广场打造出灯光气氛佳的露天餐厅，让吃起来就是很在地原味。它没有在做什么特别的加工，对，所以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很清爽，很甜点。这个朝想的这个餐宴我觉得非常的清爽，因为它用在地的口味去变化成所谓的清爽的口味，不像一般我们所吃的那个大鱼大肉那种大厨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用在地味道还有在地的山产的这个料理配合起来，觉得是非常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典雅。然后又爽口。透过节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锁管季，又或者是我们什么样很特别的中秋节，我们可以让这样的东西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市民朋友，而不单单只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潮因为刚刚我也很想刚刚跟财发处来讨论，就是说或许明年我们可以一起整合来去做跨局处的一个推动，我们让基隆变成更好玩的一天的一个游程，然后晚上可以来我们的港边吃我们的海鲜，然后一道道精致餐点上桌，民众拍照拍个不停，在浪漫的氛围下，一边大啖在地美食，亲自感受碧沙渔港的海洋风情。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收看11月2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4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